喺武俠小說咁多個女主角裏面，有啲好聰明，好似黃蓉咁刁鑽古怪；有啲好仙氣，好似小龍女咁不食人間煙火；又有啲好似趙敏咁敢愛敢恨得嚟，又有計謀，最後都可以搶返個如意郎君。但係有一個女人，佢留俾世人最深嘅印象，唔係大團圓結局，而係一個決絕嘅背影，一聲凄厲嘅長嘯，同埋嗰個令人心碎嘅畫面。一夜之間，3000煩惱絲盡成雪白。冇錯，今晚我要講嘅就係梁羽生先生筆下《白髮魔女傳》嘅靈魂人物練霓裳。要了解練霓裳，我哋首先要搞清楚佢嘅底。佢唔係嗰啲大家閨秀，佢係一個野孩子。練霓裳一出場，江湖人點叫佢？叫佢玉羅剎。玉係形容佢靚，靚到好似一塊美玉咁傾國傾城。羅剎係佛教入邊嘅惡鬼，形容佢手段狠辣，殺人唔眨眼。呢兩個極端矛盾嘅詞語砌埋一齊就係練霓裳。點解佢會咁？因為佢係狼養大㗎。喺小說入邊，練霓裳自細無父無母，係俾母狼餵奶大嘅，後來先至俾師傅靈魂鳳收養。你要知道，狼嘅世界好簡單，冇人世間嗰啲虛偽客套，肚餓就要食肉，受威脅就要咬人。中意就埋去，唔中意就中開。呢一種成長背景造就咗練霓裳最核心嘅性格，絕對嘅純粹同埋絕對嘅自由。名門正派怕佢，因為控制唔到佢；邪派人士怕佢，因為佢比佢哋更加狠。佢就好似一把無超嘅劍，好鋒利，好耀眼，但亦都非常容易傷人，甚至傷返自己。然而，再鋒利嘅劍都可望被溫柔咁握住。再孤獨嘅狼都渴望溫暖嘅懷抱。命運俾練霓裳安排咗一個劫數，呢個劫數嘅名叫做卓一行。如果話練霓裳係一團喺荒原上面肆意燃燒嘅野火，咁卓一行就係一潭深不見底，但係俾堤壩層層圍住嘅死水。卓一行係邊個？佢係武當派掌門嘅大弟子，係未來嘅掌門接班人。佢阿爺係封疆大吏，佢爸爸係大官。佢由細到大接受嘅係正統儒家教育，信住嘅係光宗耀祖嘅重任。佢行步路講句嘢都代表住武當，代表住正統，代表住嗰個社會最主流嘅價值觀。呢兩個人嘅結合，從一開始就係一場悲劇。但係愛情最唔講道理嘅地方就係，佢往往發生喺兩個截然不同嘅人之間。初次相遇，練霓裳俾卓一行吸引，唔單止因為佢靚仔，更因為佢喺卓一行對眼入邊見到一種同其他人唔同嘅嘢。個個都當佢係女魔頭，個個都想殺佢。唯獨是卓一行用一種欣賞、驚豔，甚至帶住少少憐惜嘅眼神望住佢。而對於卓一行嚟講，練霓裳係佢潛意識裏面最想成為嘅樣。卓一行雖然身在體制之內做緊乖乖仔，但係佢內心深處其實好憎嗰啲繁文縟節。佢説往自由，説往無拘無束。練霓裳嘅出現就好似一道閃電，劈開咗佢沉悶灰暗嘅生活，令佢見到人生原來可以咁樣活。佢哋喺明月峽嗰段時光係全本書最溫馨嘅片段。喺嗰度冇正邪之分，冇門戶之見，只有兩個相愛嘅後生仔女。練霓裳放低咗佢嘅狠辣，卓一行放低咗佢嘅包袱。嗰陣時嘅練霓裳好天真咁以為，只要兩個人相愛就可以對抗全世界。佢同卓一行講過好多次，你跟我走啦。呢句話佢講得好決絕，帶住一種孤注一擲嘅勇氣。但係佢唔記得咗，佢可以無家，可以冇門派，因為佢係狼女。但卓一行唔得，卓一行背後有成個武當派，有佢嘅家族，有成個封建社會嘅倫理道德壓住佢。練霓裳最痛苦嘅唔係卓一行唔夠愛佢，而係卓一行嘅唔信任同埋猶豫。對於一個喺狼群長大、對危險極度敏感嘅人嚟講，伴侶嘅猶豫就等同於背叛。故事嘅高潮發生喺武當山紫霄宮。呢一幕亦都係全個故事最令人心碎、最具象徵意義嘅一幕。當時江湖傳言卓一行要接任掌門，甚至可能要娶第二個女人。雖然係誤會，練霓裳聽到之後即刻發癲咁殺上武當山。佢嘅目的好簡單，帶卓一行走，或者聽佢親口講句我唔願意。嗰日佢着住一身紅衫，獨佔武當4大長老。佢雖然劍法高超，
但係為咗唔令卓一航難做，佢始終冇落殺手。佢喺度等卓一航企出嚟，哪怕係幫佢擋一劍，哪怕係講一句維護佢嘅説話。可係卓一航做咗啲咩？喺一片混亂之中，喺師叔們嘅責罵聲中，喺正邪大義嘅逼迫之下，卓一航慌咗。佢為咗分開雙方，為咗阻止練危場行兇，佢出手打出咗幾粒彈珠。嗰幾粒彈珠其實冇幾大殺傷力，打喺練危場身上，可能連皮肉傷都算唔上。但係嗰幾粒彈珠比世上最鋒利嘅寶劍更加傷人，因為呢一個係卓一航打出嚟㗎。因為呢一個係佢心愛嘅男人喺眾目睽睽之下幫住愛人嚟打佢。嗰一刻，練危場眼入邊嘅光熄滅咗，佢不可置信咁望住卓一航，望住呢一個曾經喺月光下幫佢畫眉許下海誓山盟嘅男人。佢終於明白喺卓一航嘅天平上面嗰個腐朽嘅武當派，嗰個所謂嘅正道明星，始終比佢練危場更加重。佢冇喊苦喊忽，亦都冇跪地求饒。佢只係發出一聲凄厲嘅大笑。卓一航你好你好，呢一句你好包含咗幾多失望，幾多心碎，幾多絕望。佢轉身走，衝入風雨之中。嗰一夜風雨交加，就好似佢內心嘅崩塌一樣。喺極度嘅悲憤與絕望之中，佢嗰一頭烏黑嘅頭髮寸寸變白，一夜白頭。佢唔需要依附任何人。佢係綠林盟主，佢武功蓋世，佢經濟獨立，思想獨立。當卓一航背叛咗佢，喺心理層面嘅背叛，佢冇好似傳統女性咁選擇原諒，冇選擇委曲求全造勢，更加冇選擇自殺殉情。佢選擇咗決裂，佢遠走天山，劃地為界。你既然負咗我就同你恩斷義絕。後嚟卓一航知錯啦，辭去掌門之位，發咗癲咁去揾佢。卓一航喺天山苦守幾十年，等待嗰朵60年一開嘅幽衾鮮花，諗住拎嚟醫好練危場嘅白髮，挽回佢嘅容顏。但係練危場始終冇再見佢一面。卓一航後來喺天山守候嘅幾十年，與其話係對愛情嘅堅守，不如話係一種贖罪，一種自我感動。而練危場嘅不見，就係對佢最殘忍，亦都係最公正嘅懲罰。佢獨居天山，收徒弟，建立自己嘅世界。佢雖然痛苦，但係佢活出咗自我。佢唔再係邊個嘅戀人，佢係佢自己，白髮魔女。各位朋友，《白髮魔女傳》係上世紀50年代嘅作品。但係喺今日睇嚟，佢依然好有現實意義。練危場同卓一航嘅故事，其實就係個人自由同社會規範之間嘅博弈。我哋每個人喺生活入邊都可能面對卓一航式嘅困境，父母嘅期望、社會嘅規範、職場嘅潛規則，呢一啲嘢好似一張大網，試圖將我哋磨成圓滑嘅鵝卵石。而練危場就係我哋內心深處嗰個渴望衝破束縛、渴望活出真我嘅聲音。嚟到演講嘅尾聲，我想引用梁羽生先生開篇嘅一首詞嚟總結練危場嘅一生。大於一劍西來，千岩拱裂，魔影縱橫。問明鏡非台，菩提非樹，境由心起，可得分明。係魔非魔，非魔係魔，要待江湖後世評。愛我咩？不戀日恨，等到白頭未染塵。愛我咩？但點敢問？忘掉你，好似忘掉我心。